最近咧，我就啱啱揾咗一份兼職炒散，就啱啱入職咗一間新嘅保安公司。咁咧就點知咧，第一日返工，去到控制室咧，就見咗通告。呢張通告講咩咧？就話嚟緊一個禮拜左右會開個業主大會。咁講嘅內容咧就話會講到重新招標嘅問題。咁咧我根據嗰啲資料咧，目前咧就有8間公司入標去爭取呢個盤嘅服務。咁睇返資料咧，而家我哋目前嗰間公司咧報價咧就喺8間公司咧下面第6高嘅。咁大家覺得我哋呢間公司有冇機會再接咗個新嘅合約返嚟呢？如果假設冇機會接到嘅，咁咧呢份工作咧，相信會係我有生以來嘅最短嘅兼職啦，可能得1個月鬆啲左右啦。當時見工嗰時咧，嗰啲經理咧就冇同我講過續約嘅問題嘅，所以我完全唔知。不過咧無論如何，公司續唔續得約或者點樣，就算係續唔到約，我相信新公司咧亦都會保留返我哋呢班員工嘅，特別係我哋呢啲主管級嘅員工，所以咧我相信就問題不大嘅。不過咧，我就睇到大家報嘅價咧，最低個報價同埋最高嗰個報價咧，相差成7.8倍。咁大家覺得相差咁遠，如果你係個法團或者係委員，你會攞個最低報價或者係用最高報價咧？歡迎大家留言分享。